好型，好開心，好激動啊！因為從踏入粵劇呢個門檻到而家一步一步咁，都咁多年啦，好感恩我哋嘅粵劇院，我哋嘅領導，我哋嘅團領導，同埋各位台前幕後嘅同事，同埋支持我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同埋以及我嘅親人，佢哋咁默默咁支持我、鼓勵我，我好開心啊！我嘅演出周會為大家帶嚟咗《觀音情到委託天》同埋《京釵記》呢兩個經典劇目，希望我嘅演繹為大家帶來一個愉快美好嘅感受啊！我呢就係第二次睇梁婉瑩老師嘅粵劇啦，上一次應該係睇《京釵記》嘅，咁我就從江門過嚟嘅。今晚嘅演出呢，就舞美非常之靚啦，服裝亦非常之華麗。咁咧梁老師嘅演出呢，亦非常之精緻到位，特別喺佢還目送父嗰個環節呢，就深深打動咗我。同埋今日呢，我睇到現場呢，亦好多嘅年輕嘅觀眾。我相信我哋嘅粵劇呢，係一直有生命力，同埋越嚟越多嘅年輕嘅觀眾會關注到我哋嘅傳統文化。相信我哋嘅粵劇文化會繼續發揚光大，越嚟越好。其實睇阮小瑩嘅戲咧，係已經好多年㗎啦，都之前一直都有跟住係話以前嘅二團去睇啦，咁而家喺一團嘅話，亦都會有更多機會去主演一啲劇目啦。咁佢嘅表演嘅風格係比較細膩嘅，即係情感方面好細膩啦。咁唱腔方面亦都好溫柔嘅嗰個feel 係啦。咁同埋今次嘅呢一個戲咧，其實係我第一次睇，因為佢排咗之後我未睇過，感覺上都係幾好嘅。即係做嘅嗰個過程當中，係好多細節嘅嘢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大家好啊！我特登喺香港翻嚟嘅，即係我自細咧就喺廣州大，咁啊跟住爸爸媽媽去睇粵劇。我今年79歲㗎啦，咁所以我幾十年前嚟睇過，到而家啦，我連睇2晚啊！我聽晚都再嚟。而家啲粵劇好靚，好好睇，啲服裝好靚，化妝都好靚。